大家平安。今日天气真好吼，咱嘛知影，还有一个风台要来，毋过毋知会到来台湾袂，咱嘛毋知吼。毋过上帝赏赐咱有真好的天气，咱住一日遮吼。咱今日若是咱爸爸节这日吼，真好，咱拢提前来庆祝吼，那真欢喜吼。希望大家今日嘛共阮留来做阵来享受咱教会准备的中昼顿，搁下昼的专题演讲吼。好来，咱下头同心来祈祷。愿你真诶爸，感谢你带来阮众人，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阮知阮拢有欠亏，嘛希望主安静带领阮每一个人来到你的殿院来忏悔，来得到主你的保护救赎。阮将今日的礼拜恭敬奉献伫主你的中间，希望圣神甲阮每一个人同在，对于礼拜开始到结束，拢因带阮会当听见主你的道理。阮将今日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中，阮来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来求，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好早！早。今日是一个快乐的日子，较等一下请咱大家起立，咱做伙来敬拜咱的上帝。请起立。PPT。咱做伙来吟。我有记得我细汉时，你的形影伫厝内面，有一种平安幸福靠山的滋味。虽然你话讲无真多，但是你甲是我一切。惊我亲像宝贝，我拢藏伫心内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日头毛渐渐白起，藏伫我心内的话，我一定要讲予你。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在引带。祝福你嘛有天父会听。我有记得我细汉时，你的形影伫厝内面，有一种平安幸福靠山的滋味。虽然你话讲无真多，但是你甲是我一切，听我亲像宝贝，我拢藏伫心内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日头毛渐渐白起，藏伫我心内的话，我一定要讲予你。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
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在引带，祝福你嘛有天命会听。在阮生命当中，拢有一位阿爸，阿爸疼阮、惜阮、照顾阮。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在引带，祝福你嘛有天命会听。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在引带，祝福你嘛有天命会听。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在引带，祝福你嘛有天命会听。现在这首歌是华语的，我们希望让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从天父那边得来的爱，除了我们对父亲的爱，愿所有的爱都可以成为我们彼此的祝福。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但你赐我力量。我的生命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引我顺
献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现在邀请大家，你找5个人，你跟他说，让我们成为彼此的祝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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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祝福，我愿意献上我生命，愿你满足。我愿意跟随你脚步，成为祝福。我要一生颂赞你名，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我愿献上所有，毫无保留，让那地因我顺服而得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父亲的爱是强壮的爱，父亲的爱是牺牲的爱，父亲的爱是奉献的爱。我们除了原生家庭的父亲，让我们深深知道，我们还有一个天父，也是如此如此的爱着我们，会保守我们未来一切的道路。孩子，将所有的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中。让我们开始今天的礼拜，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宣调，咱请施武安姊妹来带咱宣调。全地拢伫伫上帝赐欢喜的声，唱歌称赞伊名的恩典，用俄勒的话显明伊的恩典。全地敬拜你，因诗称赞你，会因诗俄勒你的名。圣诗，请咱做伙来吟圣诗第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天父上帝至大仁爱，日日换新，永远无变。可惜众人侪侪毋知，伊大慈悲时时显现。圣诗第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咱起立来吟。咱只是请上好兄弟来带咱做信仰的告别。咱今仔日要告别的是咱的主祷文。咱因主所教示的祈祷文来祈祷，请。愿你天里的爸，愿你的名是，你的国领导，你的旨意伫遮。天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爷。无就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伊的歹下。因为国、权能、灵根，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这是咱的启应，咱请詹林朴兄弟来带咱来启应。今仔日的启应文是伫第9篇，伫咱的圣诗后壁面启应文第9篇，咱请詹林朴兄弟。这是咱做伙来启应，咱要启应的是启应文第9篇，也就是诗篇第24篇，咱做伙来启应。地甲地上的万物拢是上主。伊甲地囥伫大海的顶面。啥人会登上上主的山？就是手伸开，伸
孙嫁。即款人会受上主祝福。即款人找求上主。山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百姓的上主。山门啊，着拍开。荣耀的君王要入来，这位荣耀的君王是啥物人？伊是荣耀的君王。祈祷，咱即时请陈可轩姊妹来带咱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你差遣你独生的囝来到世间，互阮对伊会得着活。荣光归主耶稣基督。你有通过福音对阮的显明、换命、甲永生。荣光归圣神上帝。你有互阮甲基督同过活，鼓用伊的疼，充实阮的性命。阮感谢你，阮为着你的疼所收拾逐项的恩惠，感谢你。为着你日日所收拾阮即世间的恩赐，感谢你；为着你的守身保护，感谢你；搁为着你永远的信实，感谢你。求你用你的疼充满阮，互阮会显阮的身躯做活者，是圣的，是你所欢喜的。阮伫你的面前承认告白，阮的本性是充满罪恶，搁常常得罪你，袂记得你的疼，离开你的道路，也求主帮助阮的少年，学习委身伫基督，伫每一个行为荣光主你的名，互因的生活有活泼，充满快乐甲意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圣经今仔日要读的圣经，记伫创世纪32章22节到31节，伫咱的旧约35页。咱请郑主基兄弟来带咱来读圣经。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创世纪第32章第22节到31节。伊暝时起来，带伊两个某、两个女婢，甲10伊的囝，拢过那布的渡头。大先互伊过溪，凡所有的也互因过。只有剩那个家己伫地，有一人来甲伊撒眼，到伫天铺光。迄人看袂赢伊，就说那个的大腿躯。撒眼的时，那个的大腿躯抓着。迄人讲：天要光啦，就放我去。那个讲：你若无甲我祝福，毋放你去。迄人讲：你名做啥物？
伊讲：我名做哪个？迄人讲：你的名无要搁叫哪个，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着较赢。哪个问伊讲：请将你的名甲我讲。迄人应讲：弥赛问我的名，就伫遐甲伊祝福。哪个名迄所在叫便以利，因为讲我当头对面敬着上帝，我的性命又得着保全。入拄仔厝，哪个经过便以利，伊的大腿已经摆。汉诗少年团契，今仔日因要献的诗是耶和华祝福满满，耶和华祝福满满。讲道今仔日咱要请考牧师来为着咱来讲道。今仔日题目是上帝求祝福，上帝求祝福。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真做阮的天父，互阮领受对你下来的听。阮知，阮伫每一个时刻，阮拢需要你。
恳求上帝帮助阮，互你我明白你话语中的旨意，互我明白你的心意。通过信心的引带，互我会当伫阮的生活中领受对你下来的祝福。愿一时将以下时间仰望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看顾保守。愿咱的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毋知咱敢有定定向上帝求祝福无？咱敢有定定为就讲啊，无论是啥物，咱拢咧讲上帝，你祝福我，有无？有吼。那咧恁求的是啥物？你是毋是定定为着学业？啊，咱的今仔日的少年团契为因的学习，也是咱咧工作的遮的社会人士，也是咱的社青。也是讲，咱已经退休啊，咱为着咱的生活咧做一个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有最祝福。总是咱咧求的，敢若拢是伫生活顶面的遮的需要尔。那呢，上帝要互咱的祝福，敢安尼尔吗？敢是互咱食了袂枵，穿了袂冷，会烧？也是出入敢若平安安尼尔吗？我想，咱要向上帝求祝福，其实伫创世纪中间，咱拢会当看到，人拢会向上帝要来求祝福。特别毋是敢若向上帝求尔，伫旧约圣经内面，咱嘛看到定定有侪人会向因的长辈，特别是因的老爸来求祝福。来保护因，互因伫因的一生中间得到快乐。所以咱若对创世纪一开始，咱会当看到该问伊向上帝求的是啥物？因为伊犯了错误，互上帝所责备。上帝讲：你袂当去种田，你爱成做一个流浪的人。该问讲：安尼我会互别人刣呢？所以上帝伫伊的额头做记号，警告若拄着伊的人，袂当将伊刣死。上帝敢若立约，要赏赐祝福，互伊的子孙侪侪，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这毋但是敢若互拿阿尔呢，线接落来互阿伯兰、犹原共款的祝福。要互伊成做一个大国，咱嘛看到以撒祝福雅各。虽然雅各伊用欺骗的方式得到大囝的祝福，但是这拢是对顶面来的祝福。老爸囝儿互伊的祝福，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这个祝福是对上帝来的。所以，对老爸来的祝福，拢是咧表明人咧祝福囝儿逝世后一代，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嘛是真实要互人去经历上帝疼人的一种方式。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是创世纪，咱的故事的人物是雅各。雅各的故事是记载伫创世纪29章到31章中间，写着雅各一开始为伫伊的阿舅拉班的厝内底生活工作的情形。32章开始讲迄个时期，伊甲伊的兄哥有一寡互动的状况。雅各其实伫即届要转去到伊原本出世的所在，其实伊是用一个悔改的心情，要来恳求伊的哥哥以扫来甲伊了宽恕。这个原因是因为伊无法度搁伫伊的丈人迄个拉班的厝内底生活甲工作落去。雅各伫迄个所在生活20年，伊奋斗的结果，伊有侪的财产，伊嘛有侪的人情生。也毋过，伫雅各伊的心内，却是真毋知要安怎来面对头前的路。也就是伊手中掠了足侪的财产，
伊有真侪人，总是伊的心中无法度得到平安。也毋过，咱有当看到，伫即个时阵的雅各，甲20年前的雅各已经无共啊，伊改变啊，因为伊成做一个家族的大家长。所以，咱对创世纪内面伫即个时期，咱看到雅各对早前一个欺骗的人，一个真骄傲的人，转变成做一个较诚实，会当来信靠上帝的人。所以，咱若对今仔日所读的32章头前看到后壁，咱会当发觉雅各已经变做一位信靠上帝、互上帝来引带的人，因为雅各真清楚知影一件代志，就是因为有上帝祝福，才有法度互伊伫头前迄20年，伫拉班的厝内底生活。伫迄20年，伊才会当活出家己的性命。迄毋是因为伊家己会当，是因为上帝的缘故。所以当拉班甲雅各立约了后，雅各继续伊的旅程向前行。伊的目的是要转去到伊的故乡。所以当上帝使者来看伊的时阵，雅各就讲：这是上帝的军队，这是上帝的军队。上帝的使者来见他，其实是咧回应31章第3节讲的：上主对雅各说：“你要回故乡，到你祖先和亲人那里，我要与你同在。”上帝要让雅各知影，伊确实甲伊同在，伊是要启示伊，带伊返去伊的故乡。所以，当上帝的使者来到伊的面前，显明互雅各看见。但是，咱若对文字的记载，咱无法度真正明白迄个显明出来是虾米款的方式。但是，雅各真实去看到上帝军队的出现，伫中文圣经内面翻译做马哈念。伊讲即个马哈念上帝军队。其实，那对希伯来文来对，从希伯来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意思是2支军队。这有一种解说，就是一支军队是属于上帝的，另外一支军队是属于雅各的队伍。意思就是说，在雅各回乡的这个路途上，有上帝的军队在保护着。陪伴着雅各和他的族人一同走在返回家乡的道路上。上帝的军队可能不能用肉眼看见，但是雅各他却切身的感受到上帝的保护与同在。虽然雅各伊知影上帝同在，伊知影有上帝保护。也毋过，伊的心无法度平静落来，迄是因为伊要转去的即个路上顶面，会经过伊的兄哥以扫所住的即个以东的地区。所以，咱看到伫圣经内面咧描写，雅各就派人去到因兄哥所住的地区，向伊说明讲：我要经过，我先来甲你拍一个招呼。也毋过，当派出去的人转来报告讲，我拄到你的兄哥，伊已经出发啦，而且伊阁带了400人要来甲你相见面。雅各听了后，伊的心就惊，伊开始惊吓，因为伊惊伊的兄哥会甲伊做一个报复的行为。其实这咱会当理解，因为伫当年雅各对迦南出去到哈兰的时阵，伊无解决伊甲伊的兄哥中间的迄个问题，所以当伊即届要转去的时阵，其实伊会惊吓伊的阿兄要对伊做甚物款，伊无法度明白了解的一个报复的行为，所以伊将伊家己的迄个姿态放了真低，伊无因为即马已经有真侪
财产唯有真侪人，伊就感觉我真悬，我会当甲你对抗，无。所以伊就咧交代伊的仆人讲：你若看到我的兄哥的时阵，一定爱甲讲，你是主人，我雅各是仆人。要互以扫知影，虽然雅各以前真好嘢，也毋过伊毋是迄当时迄个走投无路、身躯无半身的人。雅各要安尼讲的原因，咱会当想，伊要互伊的兄哥放心，伊毋是要转来要来分家伙。颠倒是伊带了侪羊牛遮的财产，当做礼物要送互伊的兄哥。上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以扫伊的心袂遐尼有一个境界伫的。所以咱会当看到，雅各伊将伊身躯边的人分做两队，将迄个绵羊、山羊、牛、骆驼嘛拢分做两队。因为雅各伊的内心咧想，若是我的兄哥来攻击我的第一队，那呢我的另外一队上少阁一半会当逃走。雅各会安尼想，其实伊心内是真矛盾的。伊毋望伊的兄哥对伊无即种敌意，但是伊家己煞咧境界，有一个心咧惊伊的兄哥。所以当雅各听到仆人转来报告讲有400个人的时阵，伊真不安，因为伫当时，即个400个人代表着伊的兄哥有一个真大的家族。400个人可能是家族中间的一部分尔，所以咱想象雅各听到即个人数的时阵，伊真着惊。但是咱毋当用另外一个意思来看。就是伊的兄哥用一个真慎重、隆重的这种态度，嘛，他也很有诚意，要来欢迎他的弟弟雅各。不过，雅各伊犹原会着惊，因为想起当年伊的兄哥讲，我要杀死雅各这件代志。这个记忆伫伊的头壳顶，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大的威胁。所以雅各伊要预防即款的情形来发生，雅各真烦恼，要甲以扫见面，所以伊就上帝咧求，他向上帝祷告说：“我的祖父亚伯拉罕的上帝啊，我父亲以撒的上帝啊，求你垂听。上主啊，你曾吩咐我回故乡，到我家族那里，并说要使我事事顺利。我不配领受你向仆人显示的一切慈爱和信实。从前只要一根杖过约旦河，现在我带了2队人回来，求你救我脱离哥哥以扫的手。”雅各真惊，雅各惊是伊的阿兄来攻击伊，将伊的所有的某囝拢走灭去，所以上帝安尼讲：“上帝啊，求你记住你自己的诺言，因为你应许我事事顺利，要赐给我多子多孙，像海滩的沙，多到没有人可以数算。”我想雅各的这段上帝祈求的，会当讲是伫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中间上重要，也是雅各的祈祷文。伫这篇祈祷文的中间，咱会当看到雅各伊真信心来到上帝面前，伊感觉家己的软弱，伊迫切需要上帝帮助甲拯救。所以雅各伊发觉，伊即马真好嘢，真侪财产啊，但是无互伊有安全感。虽然伊用伊家己的智慧，将伊所有的分做2队，预防伊失去所有的物件，但是伫即个时刻，伊知影真正会当帮助伊脱离危险的，毋是人的困难，毋是金钱的困难，毋
毋是遐伊有诶财产诶溃烂，会当帮助伊脱离危险诶，是上帝帮助甲保护。所以雅各心中诶迄种惊吓，互伊毋知面对诶时阵，伊伫迄个时刻，伊身躯嘛无人会当帮助伊。所以雅各想起上帝捌对伊讲过话，即个时刻，伊才知影爱向上帝来祈求。我想这是雅各要甲伊的阿兄见面之前，向上帝祈求。各位兄弟姊妹，咱敢有时会亲像雅各共款，咧面对迄个要来的危险的时阵，咧要面对伊要来的遮个问题的时阵，咱拢用家己的方式去处理。有可能咱无十足的把握，会当将遮个危机闪避去，也是拄掉。伫迄个时刻，咱才感觉讲真危险啊！要安怎？咱才会来寻求上帝咧。咱才去寻求迄个外在来互咱的帮助呢。那呢，咱寻求的是人，也是要转来到上帝面前。咱咧寻求帮助的时阵，咱的迄个次序到底是甚物？是人？是方法？是金钱？也是咱将上帝放伫头一位咧？雅各虽然向上帝祈求，也毋过咱对经文中间，咱会当看到，伊要不照着家己的方式来面对迄要来甲伊的阿兄即个见面的时刻。所以有人安尼咧讲雅各咧面对以扫的时阵，伊将即个队伍的顺序安排，敢若是咧为着家己安排一个家己会当活落来的机会。也就是雅各将迄个财产、某囝安尼分，甲家己留喺上尾，有防头前若出问题时阵，伊家己甲囝儿会当逃闪去。但是咱会当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雅各，因为作者将即个描述雅各的即个心思意念是真有的。将即个队伍分开的做法嘛，讲了真清楚。要安尼，可能是要互伊阿兄有一个错误的一个想法，讲有可能雅各的队伍遐尼长，敢若送礼物的队伍遮尼长，若是上主要的队伍来的时阵，哇，安尼我要安怎甲伊做伙？雅各用真侪礼物。诚做甲伊阿兄见面的礼物，伊的目的敢若有一个，就是要消除以扫伊心中迄个怨恨的即个情绪。所以咱看到雅各的故事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伊咧逃离伊的家园的时阵，伫伯特利的时，伊伫梦中看到有到天顶的即个楼梯，伫迄个所在。伊发现上帝真正伫伊身躯边。第二个就是今仔日咱所读的一个雅博的即个过河的即个内面，伊甲一个人咧相宴，结果伊的骹坏去啊，互人改名做以色列的经验。我想雅各一生中间即两个故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就是上帝要甲伊同在。也就是伫创世纪28章15节，即个中间讲到，讲我要甲你同在，无论你到叨落，我拢要保护你，而且带你转来到即个所在，我袂离开你，我一定实现对你的应允。我想即两届雅各拄着上帝经验，帮助伊改变一个形象，就是伊对一个欺骗人的人。进入到拉班的厝了后，成做一个弱者，互人欺骗的人。第二届一定雅博的这河边的时阵，伊改变的是伊的心灵，互伊成做顺服上帝旨意，互人改名。其实这是上帝甲伊改名，因为犹太人有一个看法，
人的名代表着一个人的特性，改变名等于改变这个人的一切。所以雅各的名改变，会当讲是伊一个真好强的人，开始顺服伫上帝管辖的内面，可以会当明白上帝才是伊的主，因为伫上帝面前，伊是无完全的。咱会当看到伊摆骹，但是咱会当对雅各的经验来定知，当雅各咧拄着危险的时阵，伊知影身躯边所有伊拥有的一切，无法度互伊带来安全感，以及甲伊兄弟和解的即个帮助的时，伊就对信仰中去发现上帝捌应答过伊，就是无论伊去到倒位，伊拢要上帝拢要甲伊同在。确实，上帝是一个守约的上帝，是一个仁慈阁有信实的上帝。上帝所答应的代志，伊一定做到。各位兄弟姊妹，上帝是一个慈爱的上帝，互咱明白伊的应允袂改变，会当保护咱的性命，毋是人，毋是任何物件，也是管理，因为咱的性命是伊创造的。无上帝，咱就失去所有的一切。上帝嘛，互咱伫即个地面上有一个老爸，互咱所有的老爸拢愿意为着咱家己的囝儿来找求上帝的看顾。敬拜团拄则伫第一首诗歌中间，咱看到伊将咱教会侪家庭诶，甲囝儿的相片放伫迄个所在。我想。咱所有做爸爸的，咱拢爱为着囝儿来祈祷。所以我就想到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真长，所以呢，牧师无打算要家己念，我要邀请在座所有的爸爸，无论你的囝儿是幼稚园、是国小、是国中、高中，甚至伊即马已经。甲我共岁，甚至有可能比我搁较侪岁，咱拢爱为着咱的囝儿来祈祷。所以这是我要邀请在场所有的父亲，邀请所有父亲，我们一起来念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这个祈祷文，我要邀请在座的父亲，这个祝福是属天而来的祝福。虽然透过麦克阿瑟，但是我们来领受。这个祝福，我们要赐福祝福我们的父亲，就像当年亚伯拉罕祝福他的儿女一样。我们一起来念，来，请主啊，请陶冶我的儿子，使他成为一个坚强的人，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是软弱的，使他成为一个勇敢的人。能够在畏惧的时候认清自己，谋求补救，使他在诚实的失败中能够自豪而不屈，在获得成功之际能够谦逊而温和。请陶冶我的儿子，使他不要以愿望替实际作为，他能够认识主。并晓得自知乃是治世的基石。我祈求你不要引导他走上安逸舒适的道路，而要让他遭受困难与挑战的磨练和测力，让他借此学习在风暴中挺立起来，让他借此学习对失败的人加以同情。请陶冶我的儿子，使他的心地纯洁，目标高超，在企图驾驭别人之前，先能驾驭自己，对未来善加筹划，但是永不忘记过去。在他把以上诸点都做到之后，还请赐他充分的幽默感，使他可以永远保持严肃的态度，但绝不自视非凡，过于拘执。
请赐给他谦逊，使他可以永远记住真实伟大的朴实无华，真实智慧的虚怀若谷，和真实力量的温和蕴藉。然后，我为我的父亲的我，才敢低声说：“我已不虚此生。”我想这是麦克阿瑟为子祈祷文。今天或许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或多或少都会遇到亲子的议题、教养的议题，我们可能都想要改变对方，但是我们要改变对方，好像都是要对方活出我们心中的那个样子。我们会寻求学校的老师、补习班，或者是一些亲子讲座专家，但是我们却忘记了，改变人的力量是来自上帝，更新我们生命的是来自于上帝。麦克阿瑟的为子祈祷文，我们就要按着这个祈祷文，按着我们所领受的，为着我们的孩子来祈求。当雅各被改变，他改名成为以色列。这个改名很重要的意义是表明着他的生命的改变，表明的是他遇见了上帝。就像新约里面保罗的故事，保罗原本迫害教会，而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耶稣，那个结果改变了保罗的一生，使他成为一个迫害教会的人，转变成为一个开拓教会、建立教会的人。各位兄弟姊妹，有真多事，咱常常想要用咱家己的方法去改变别人的生命，但是咱发现，人所努力要去做，往往拢无什么效果。因为真正会当改变人的是上帝。那呢，咱若想要改变一个人，上好的方法就是带伊来到上帝面前，让迄个人会当直接来面对上帝。因为改变人的能力是对上帝来，让伊会当成做一个顺服伫上帝面前、生命真丰富的人。改变雅各的，其实毋是拉班，改变雅各的嘛毋是伊的兄哥以扫，改变雅各的是上帝。所以上尾牧师有几个问题，互咱做伙来思考，就是我会向上帝祈求什么款的祝福？我会向上帝祈求什么样的祝福？我会为谁来向上帝祈求？然后上帝会怎样回应我的祈求呢？愿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成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仰上的帮助。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会听在我的中间，帮助我来明白你的心意。你的祝福在我的每一个人身躯顶，这个祝福是属天的。当我领受这个属天的祝福，我嘛要来祝福我的囝儿媳妇。伫今仔日，我用父亲节的这个庆祝爸爸的生日以外，我嘛要恳求上帝，你施恩怜悯赐福伫每一位爸爸的身躯顶，帮助因伫因人生的路途顶面，牵着着主的应允，互因袂摇错、袂偏离。愿将所有的阮的祈求，拢摆咧伫你的面前，愿主你亲身看顾应允，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咱来做伙吟回应的诗，咱的新圣诗第616首，
我点伫主的疼痛，我点伫主的疼痛，请我点伫主的疼痛，心拢无惊变迁。即款信靠真稳当，伫遮永远无变。请咱做伙起立来念。伫咱奉献甲报告进前，今仔日是少年团契因主理的少年主日为着要互咱众兄弟姊妹对咱少年团契关心甲带导，我要请咱的会长陈可轩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咱对这时刻咱教会少年团契因的情形。好，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好，因为我的台语毋是真练长吼，所以我等下要用华语来甲大家报告。好，我们少年团契在这一年里面，有针对聚会的流程有更改，就是我们在聚会前有信息的分享跟讨论。就是让契友们不会只有在查经的聚会里面才能听到信息，透过每周简单的圣经故事与讨论，结合各自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也能透过分享让契友之间有更多的了解，互相关心。然后我们今年的查经呢也变得很不一样，透过活动。不一样的读经方式来听见信息，有趣的去了解圣经的故事。然后接下来是我们这一年以来的各类聚会活动，我们有送旧，与毕业生同乐，感谢他们这么久的陪伴。然后迎新呢，也是为了让新生能够更快的融入少契，然后互相认识。家庭分享由契友分享家中成员以及自己的家庭故事，借由这些分享，让每位契友更加的了解他与他的家庭。
长子分享，邀请长老或执事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与信仰经历，透过这些信仰前辈的见证，看见上帝的爱与恩典。料理大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黑白大厨》？就是我们这一周的聚会，就是让3位辅导吃我们做的食物。他们可能很害怕，因为他们蒙着眼睛。我还要求他们要摆盘，有摆盘的分数吼。然后我们做完这个评分之后，我们就大家一起吃火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季都会有的季例会，让大家能够去思考我们接下来的3个月要做什么活动，然后与少期的伙伴们一起分工，就是我们会有分配主理或者是私会，建立彼此的关系。还有就是我们每一季都一定会有的运动，有的时候可能是骑脚踏车，或者是爬山、打羽毛球，或者是溜冰，让大家不要忘记要运动。好，然后接下来是同乐会，就是今年比较特别的，之前是可能是感恩节的聚餐，那我们这次就是同乐会，也是由我们的少期的弟弟妹妹们来准备的。对，我觉得他们成长非常多。然后还有我们去成功的密室逃脱，然后也在我们的密室逃脱里面互相分工，然后彼此一起努力，然后把我们的密码解开。觉得也是在建造我们的关系，然后彼此合作。然后还有献诗，然后还有玛纳的联合聚会，我们就是每一年会有2次的联合聚会，与玛纳的哥哥姐姐们一起互相认识、互相了解。然后还有一些节日的筹备，我们每年都想很多那个要怎么讲？很好玩，然后很有趣的活动给大家玩。然后还有感恩节很好吃的奶酪，原本这奶酪要加盐的，然后是传道跟我们讲说，没有人做奶酪再加盐的啦，所以我们之后就放弃加盐这个步骤，然后我们加了很多糖，所以很好吃。好，然后还有报佳音的筹备，这是我们第一次为了报佳音，然后少期的大家一起来准备，然后跟参与的。然后还有每年年度回顾，我们一定会用仙女棒来画这些字。然后我们还有一起回顾上一年的各个活动，然后生活营之类的。然后我们在今年的寒假跟今年的暑假，我们今年暑假的生活营已经在这个礼拜的1到礼拜3已经顺利的结束了。然后在这2次的生活营里面，我们也一直想要跟戚友们能够体会的，就是互相合作、彼此扶持、彼此相爱的概念。然后我们也在就是生活营的第1天，我们就去溯溪，然后大家也有跳水，就是彼此鼓励的。然后我们还有生活营的送旧，就是因为这一次传道跟以琳姐他们就要回去高雄，然后我们也是为他们办了一个毕业典礼。对，然后他前面就先给我破梗，他就说你们是不是要给我用毕业典礼啊？我说没有，然后叫他们上去。好，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持续在做的就是秘密任务，透过每一周的聚会，我们会来分享周间与伙伴们的互动，然后也会抽新的，就是接下来下一周周间大家要做的任务，然后让我们彼此之间不只是周6的伙伴，也是周间能够彼此关心陪伴的大家庭。然后少期的近况就是7月27到7月29的生活营已经圆满结束，然后目前参与聚会的人数大约是10到13位。少期也会持续建立伙伴们之间的连结，然后未来的期许也是希望少年团契能持续成为一个充满爱与接纳的地方，
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新朋友或者旧朋友都能够感受到温暖，不论是新伙伴还是加入很久的伙伴，都能够自在的融入在团契里面。希望大家不只是一起参加聚会，更能建立真诚的友谊，在生活、课业以及信仰上彼此扶持、彼此鼓励。然后也希望未来我们的聚会内容可以更多元、更有趣。除了信息的分享，还有更多的户外活动、营会跟讲座，让大家在欢乐中学习，在活动中更加认识神。然后也盼望每一位契友都能够勇敢的投入服事，像今年的夏令营，就很多少期的弟弟妹妹们也有一起参与在其中，然后也希望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恩赐，然后与少期的大家一起建立充满活力与爱的团契，然后让更多青少年，不论是会内或会外的少年，能够愿意来认识耶稣，经历神的爱。好了。好，我们谢谢他哈，掌声给他们鼓励哈。少年团契，好，牧师要再替他们做一个广告哈。反正你家中，不论是你的第几代啊，有国中生、高中生，请加入少年团契哦。国高中生，好，他们聚会时间是在礼拜六晚上7点钟到9点钟，哦，礼拜六。哦，到9点半哦，现在又延长半小时哦。哦，好，哦，反正就是来啊，我们在一个团契当中，让彼此成长。好，再一次谢谢他。好，带接咱来奉献。来到上帝面前，咱谦卑来领受咱上帝恩典，圣效上帝所赏赐一切事，咱就用咱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的恩典。咱对内心来备办奉献，求上帝来接纳咱所献的时间、金钱，还是心志。即使你还阁毋知影奉献的意义，你会当用祈祷来代替。请坐。
此时咱来报告，伫报告内先，请咱先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咱来读2遍。咱今仔日的金句，咱用台语来读。请，迄人讲你的名无要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到较赢。创世纪32章28节。迄人讲你的名无要搁叫雅各，要叫做以色列。因为你甲上帝、甲人斗输赢，拢得到较赢。创世纪32章28节。好，咱以上咱来看下周的圣经分担。咱掀开咱的周报第3页。以下我敬请省略。咱下礼拜的台语礼拜，领唱是潘美爱，司礼是张益胜。苏琴是陈玉文，献诗是圣歌队，苏宪是歌乐家周明祥，交台是林中和甲李胜荣，音控是陈友珍甲周鸿邦，咱的执事是歌乐家，一周的执事是施新武。过来，咱的下周的华语礼拜，咱的领唱是敬拜团，咱的苏琴是张丁显，过来咱的苏宪是歌乐家甲施建伯。咱的交台是林中和甲施建伯，音控是陈友珍甲周鸿邦。搁来咱的顶周的出席，搁咱奉献，请咱家己看。说出咱的有出入，才咱的会计，吼，也是咱的财务来见证。搁咱的下周的聚会，下周聚会拜三要查经的经节是伫列王记上第16章。咱的书会是尼普执事。主理是咱的科目书，佮咱的下周礼拜，咱的经文是咧腓立比书第4章第13甲第13节，题目是面对处境的心态，请咱转去时会当先备班先来读。佮咱来掀开后壁报告的部分，第6页，咱的消息报告第1点，父亲节的联合礼拜，本主日举行父亲节联合礼拜。先恳来祝福全教会爸爸父亲节日快乐，福杯满溢。为着要表达对父亲的疼甲感恩，教会今年有备办了经文的爱心卡，将要伫礼拜中来赠送予每一位父亲。这张卡片呢，是教会的主日学青少年团少年团契玛纳。还有一些长职，我们写的卡片，为了要祝福父亲哈。那牧师会一个一个发给你们，好，所以你们先在座位上坐一下，好，等我一下啊，因为牧师要亲自把这祝福送给你们。好，我要从这边开始，我上次从这边。这卡片都随机哈，所以你们拿到就是上帝的话语，祝福你们。咱期待上帝互咱每一位父亲的祝福，借着今仔日牧师所颁发了每一位父亲的卡片，这个疼心经节的疼心卡，来传予咱每一个老爸。互咱的老爸，吼，每一个拢福杯满溢，伫上帝的恩典中间，拢身体健康，拢有大大的福分，甲囝儿有真好的关系。伫咱的教会内底，伫厅的内底，甲咱的囝儿4岁，拢有真好上帝所祝福的恩典，互恁会当和谐来相处。大家互相相疼，彼此相疼，拢伫家庭内底，伫咱的上帝恩典内底来经验到上帝所赏赐父亲即个疼，吼，每一个上帝的孝念，上帝纪念每一个父亲，恁伫家庭，伫即个社会所付出的，
每一点、每一话，拢会当记伫咱的天顶。上帝的确特别照料每一个父亲因所有的付出，拢是伫上帝目睭前看做是上介好的。哈利路亚！咱学了咱的上帝，恩典满满，要祝福满满伫咱每一位父亲。其他照着安尼诶卡片，吼，每一个老爸，至少伫即个今仔日父亲节，你会当特别感受到上帝对恁的疼痛，上帝的确要互恁恩典满满，祝福满满。牧师要邀请咱在座的爸爸，请站起来，要为恁做一个祝福的祈祷。来，请起立。咱同心为着今仔日咱要爸爸守住因上帝来的祝福，嘛咱所有爸爸将恁所领受的祝福，甲恁的囝儿来甲因祝福。咱同心为着因来祈祷。全能的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是阮的天父，你是阮的阿爸爸。因为有你，阮才有法度领受对你下来的疼，阮才知影疼是甚物。嘛因为安尼，阮伫即个地面上，阮真做爸爸，阮才有法度将阮领受的疼来用阮的囝儿来为因祝福，才会当将即个疼甲阮的囝儿三甲来分享。过去的日子，你怎样想使阮在座每一个爸爸，互因所经历的，互因所领受的，拢真做祝福。愿主赐福因，伫未来每一天，继续伫上帝恩典内面跑走头前的路站。愿咱的祈祷祝福是恳求，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跟所有的爸爸说：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请坐。快乐，请坐。好，咱第2点少年主日，本主日是少年主日，由少年团体带领礼拜，请为着咱的少年团体来代祷，求主赏赐因智慧、能力、平安、喜乐，嘛带领团体伫咧生活中来经历上帝的恩典。咱第3点，本主日中午12点到3点，伫咧咱的2楼礼拜堂要举办神宗教护医疗交通甲疼的陪伴的专讲，李佩仪老师要来主讲。所以咱今仔日的爱餐是伫咧11点就要开始。过来，咱的第4点，中执会开会通知，下主日中午12点半开始，要伫地下室召开咱的中执会，请咱的中执各团契的会长、生活队的队长，佮甲咱的敬拜团的团长来出席来参与。过来第5点是南方学的福音队，8月11到16，马拉团契、少年团契的暑期联合福音队。甲2023、2024、2025年第4届要前往咱的南方学教会，请咱兄弟来代祷，伫咧团主会疼痛的时，看见咱地方的需要，嘛求主赐福福音队有智慧、能力、稳定，伫咧筹备过程顺利，以行动来回应耶稣基督的疼。过来，咱本主日儿童主日主题是圣经的地名。目的是要互圣经古早的流传落来历史的背景，透过这个来明白当时所发生的各种的代志。其他咱家长转去的时阵，会当做甲咱的主日学来沟通，来互相讨论这个代志。过来，今仔日以上报告，今仔日的新朋友，请咱来介绍今仔日来到第一届来到咱教会，也是久久无伫教会。转来是咱的中间的咱的朋友。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今仔日咱有2组新朋友，我来介绍。第一组是李品龙姐妹、刘凯君兄弟，可以请你们起立一下吗？大家欢迎你们。
请坐，请坐。平龙甲凯军已经是主内兄弟姊妹啊，伊今仔日是来目沙遮找朋友，所以有这个机会甲咱做伙来聚会敬拜上帝。欢迎你以后你们也常常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敬拜上帝。来，第二组是咱的教会干事素芳姐的弟弟甲姐姐，是毋是会当起立，互大家来欢迎恁两位？请坐。以后嘛，欢迎素芳姐弟弟甲妹妹姐姐会当定定甲阮做伙参与伫礼拜内底。以上。煞照咱来行咱即礼拜平安礼，咱请起立，互相来咱的身躯边的人吼来请安甲问好。叫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子弟。咱拢叫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叫做上帝子民。因为耶稣叫做神，因为耶稣你更美，因为耶稣咱有个。好，请咱有缘徛伫，咱来做伙来吟上所要变的圣诗第401首，完全灵主上帝。完全灵主上帝。保守属好应无体，所平安完全平安，皆心勇敢拄盼盼，仰望主天的美，永受恩典。永望
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赎甲愿望，信心的扶持甲帮赞，甲恁正人伫地，对这粒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白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咱大家，特别是祝福每一位爸爸。